上最低的一支。原来他预算低到已经不上衍生剧了。只是公共电视花了200多万拍了一个单元剧，然后结果金钟奖没有入围的一个，没有入围，完全没有入围，共哭的一个单元剧。然后他的所有的制作单位都使用原住民，很感谢制作单位这么冒险的让原住民有工作机会。从导演到制片到演员到配乐都是原住民，难怪没有入围。但是我们有入围原住民的精神奖，我们自己绑着浪过了，所以不用入围来肯定我们。当然这首偶像剧的主题曲，它是一个国际商品，在3年前发给兔子乐团的第一张歌曲，然后我在那边唱，分享给各位，很久没唱了。我觉得比宋高清拍的还要